大家好，呢週法庭重點新聞包括多宗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嘅案件。地盤工人製作近60張具煽動意圖嘅紙張，從家中拋出散發落街被拘控，佢承認控罪，遭還押至下月9日求情及判刑。2019年親民陣遊行，犯罪團伙屠龍小隊放置或引爆爆炸性裝置，管有手槍及串謀殺警一案。律政司日前向高等法院申請充公。案中3名被告眾籌獲取嘅67萬元，高院批准申請及稍後頒布書面判詞。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蘇俊峰2021年網上轉載被通緝嘅許智峰倡議選舉投白票貼文，被廉署起訴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佢認罪，被判囚2個月，緩刑年半，但質疑條例嘅合憲性，獲終審許可。終審法院5位法官日前開庭聆訊。蘇俊峰一方認為選舉應包括用不同方式，如投白票或杯葛選舉，表達選民意願並不違法。律政司一方反駁，2019及2020年香港社會動盪，基本法附件列明，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確保香港選舉制度不受外國勢力以任何形式干預，並且要符合一國兩制等基本原則。中院聽取雙方陳詞，押後頒布書面判決。一名地盤工人涉2024年國慶日、翌日及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前2日，製作合共近60張具煽動意圖嘅紙張，並將紙張從觀塘住所單位拋出公眾地方，被拘控2項出於煽動意圖作出1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嘅作為罪。佢日前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承認2項控罪，法庭將案件押後至6月9日求情及判刑，以等待取背景報告及心理報告。辯方申請保釋被拒。屠龍小隊團伙於2019年親民陣遊行時，策劃放置或引爆爆炸性裝置，管有手槍及串謀殺警一案，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請充公令，充公屠龍小隊隊長黃振強、炸彈製造者吳志雄以及同案罪脫女被告劉佩玲與案有關嘅資產及眾籌款項。高院日前聽取陳詞後批准申請，頒令充公3人名下合共約67萬元款項，稍後頒布書面判詞，詳細解釋裁決理由。2019年11月，黑暴非法佔據理工大學，並向警方發動攻擊。4名涉案男子於2024年中被落案控以暴動罪，各人日前喺區域法院承認控罪。案發至今超過6年，庭上各人嘅代表律師求情指，這些年間都各有經歷，如今生活已起重大變化，有海外升學、返港被捕，與神父合作拍片勸誡他人切勿犯同樣錯誤，自行開店營生並做義工。其中一被告案發時只有16歲。現已成立育有1女，亦已投身建築業養家，請求法庭予以輕判。法官下令將各被告還押懲教署看管，至6月8日判刑。可白何圈與何太葉秀定嘅黃昏戀，從熱戀到分手皆傳成熱話。其後2人涉互毆，雙雙惹上官非，同被控有意圖而傷人罪。何太早前已表明不會認罪，案件排期明年2月開審。可白涉試圖用截刀刺何太嘅案件，日前於區域法院再訊，佢冇律師代表且決定認罪。法官表明監禁無可避免，下令將可白還押至6月3日判刑。控方喺庭上透露，可白願作控方證人頂證何太。呢則法庭新聞重點講到呢度，下週再會。